好，我哋開始之前呢，一齊禱告。主耶穌基督，感謝讚美你，多謝你賜俾我哋有屬神嘅話語，餵養我哋，叫我哋屬靈生命得以長大，被你塑造。願主你嘅話時常在我哋心中，讓我哋默想，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指引我哋每日去生活。求主叫僕人講得清楚，弟兄姊妹又聽得明白。多謝你賜俾我哋話語，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咁睇經文之前呢，我俾個熱身題大家先。我參考翻呢，我見到上次古傳呢同你哋玩咗個熱身遊戲喎，佢叫你停止呼吸喎，你記唔記得？叫你閉氣。我見你大家呢都好似閉得好開心咁嚇。咁我又試下先，睇下你哋咪真係好需要呢啲熱身遊戲啊！我俾幾條動作題大家。你用對手呢，即係熒光幕用對手呢，你就可以做到噶咯喎嚇。咁一陣間呢，我就打出一啲職業或者係身份嘅名稱啦。你用對手去表達下佢哋嘅特徵係點嘅。好，預備第一條，拳擊手，係啦，大家都喐緊啦，拳擊手。第二條，廚師，係大家都要炒餸啦。第三條，指揮家。原來大家都識指揮嘅，咁我要同阿 William 講小心啦嚇。第四條，基督徒，哇！真係要幫你影張相喎，我諗即係90%以上啊，都係做緊一個祈禱動作㗎噃。原來祈禱呢係基督徒嘅特徵同埋標誌嚟㗎喎。做基督徒第一樣嘢係做咩呢？就係祈禱咯，你記唔記得？你決志祈禱開始㗎。如果做基督徒唔祈禱、唔熱衷祈禱、唔樂於祈禱，咁仲係唔係基督徒呢？嗱，今日嘅講題係最接近神嘅時刻啊。其實即係幾時啊？即係我向你禱告嘅時候。嚇我添呢嚿嘢。教會咧嚟緊推動緊3-4人嘅祈禱小組。咁啊今日咧喺講道裏面咧，我刻意好想同大家講下禱告。我哋咧其實真係要認真研究下禱告係乜嘢一回事。咁我有3樣嘢同你哋講㗎。第一咧就係禱告嘅本質。第二咧就係禱告者嘅心態。第三咧就係禱告者嘅生命。首先，禱告者嘅本質係禱告嘅本質。禱告嘅本質係咩呢？剛才咧，主席樂勤咧，佢讀出呢一段經文。耶穌進了殿院，把殿裏所有做買賣的人趕走，又推翻了銀錢兌換箱的桌子和夾販的凳子。嗱，我哋通常咧睇呢段經文呢，好多人就以為其實作者係想講咧，耶穌發緊嬲。佢講嘅一件事好似咧就強調緊神對敬拜讚美嘅地方咧係好有嚴謹嘅要求嘅。不過其實呢段經文係咪真係想講呢一樣嘢呢？我哋就要睇清楚耶穌其實佢點解要發嬲呢嚇？耶穌點解會咁嬲去推翻嗰啲兌換銀錢同埋賣鴿子嘅人嘅台椅呢？唔止喎，耶穌唔係淨係推翻佢啲台椅嗰啲檔販喎，佢仲將所有買賣嘅人都踢出聖殿喎。點解呢？耶穌在聖殿推翻桌子呢一句中文，如果譯成英文呢 Jesus flipping over the table in the temple。哇！原來呢個句子2-3年前呢喺網上係非常之紅嘅。點解啊？因為有人將呢一句英文咧俾咗 AI， 叫 AI 生成一張圖出嚟。你估下 AI 佢會俾一張咩圖大家睇呢？AI 原來誤會咗耶穌喺聖殿張台上面打關鬥嗱，可能咧3年前 AI 初出道啦，佢冇乜睇過聖經啊，佢只係從字面去理解啊，所以佢誤會晒。如果我哋同 AI 一樣咧，只係照字面去理解咧，可能都會誤會晒啲經文真正嘅焦點。嗱，話時話 AI 呢3年咧，其實佢真係俾我哋餵咗好多經文啊！佢睇咗好多經文啊，識經文章㗎啦。你而家再叫佢咧
gen 翻呢張圖，佢都唔會咁 gen 啊，因為佢都進步咗唔少啦。呢張圖咧應該都絕跡㗎啦。不過咧，你仲可以喺網上咧揾得翻呢一句佢嘅黑歷史出嚟嘅嗱，但係唔好而家揾啊嚇，完咗你慢慢揾嗱。希望咧唔單止 AI 會進步啦，我哋咧不斷咁讀經祈禱，我哋同樣都好需要進步嘅喎。嗱，經文咧就冇清楚交代耶穌發嬲係咩原因。表面嚟睇咧係好似係因為聖殿嗰度有啲人要將呢個聖殿當成買賣嘅場所，而唔係敬拜嘅地方。其實當時咧呢啲攤檔係重要嘅，因為咧係方便嚟獻祭嘅人咧，佢哋唔使喺老遠就帶住佢哋嗰啲動物嚟獻祭，因為行咁遠路，嗰啲動物可能都會病啦，或者係受傷啦，咁就唔夠完美無瑕，就唔可以攞嚟獻祭。咁所以咧，好多過節嘅人咧，都會嚟到聖殿呢一度，先至去買一啲合適嘅牲畜啊、鴿子啊，攞嚟獻祭嘅。嗱，另外當時因為獻金嗰度咧，佢哋係要換一啲合適嘅銀幣先至可以咧作為獻金咁樣去擺落奉獻箱㗎。嗱，據聞可能咧係因為有好多假錢啦，又或者係有啲金粒咧唔足稱啊，咁所以咧佢哋係要兌換翻合資格嘅銀幣，然後先至可以直接投入去奉獻箱。其實理由仲有好多好多，我哋要猜測嘅。有人就猜測話呢啲攤檔咧，可能係一啲不誠實嘅商人啊，趁機咧就喺度呃錢啊、呃秤啊，諸如此類呢啲交易問題。就因為呢啲種種嘅問題，所以耶穌就要發嬲咯。嗱，不過咧，以上全部都係猜測，經文係冇咁講嘅。嗱，反而喺經文裡面有提到耶穌係趕出晒聖殿裡面所有做買賣嘅人。即係唔單止賣嘢嗰啲啊，係連受害者，即係買嘢俾人嗰啲咧，都要被趕出去。咁樣睇，似乎耶穌唔係針對緊一啲不誠實商人佢哋犯嘅罪而要反台喎。嗱，要知道耶穌發嬲嘅原因咧，我哋可以試下從耶穌嘅説話裡面揾到一啲蛛絲馬跡嘅。耶穌同佢哋講：經上記着，我的殿要稱為禱告的殿，但你們正在把它弄成賊窩。耶穌話經上記着，究竟耶穌講緊舊約聖經嘅邊一度呢？嗱，如果我哋揾到佢係講緊邊段經文，我哋就應該能夠明白其實耶穌想表達啲乜嘢嘅意思。嗱，呢句説話我哋有兩樣嘢要拆解嘅。第一呢，就係賊窩嘅意思。咩賊窩啊？賊窩咪即係賊竇咯。賊竇嘅意思係佢唔係喺個賊竇嗰度做緊非法勾當或者唔好嘅事，而係佢喺出面做完壞事，然之後翻嚟呢個賊竇嗰度匿埋。耶穌原來係針對緊當時嘅猶太人，佢係引述緊耶利米書7章8至11節。猶太人係好熟聖經嘅，佢一聽佢哋就明白賊窩原來耶穌係指責緊佢哋乜嘢問題。耶利米書嗰度係咁講嘅：可是看看你們，竟然聽信那虛謊無益的話。你們怎麼可以偷竊、殺人、通姦、起假誓、向巴力燒獻祭物，跟從你們素不認識的別神，然後又來到這殿，稱為我名下的殿，站在我面前說：我們安全啦，就可以安全。去到這一切可憎之事呢？這稱為我名下的殿，難道在你們眼中成了賊窩嗎？但要留意，我自己也在看着呢。耶和華這樣宣告。猶太人呢，好識做表面功夫㗎噃，佢哋平時喺生活上其實都有時都冇乜聽神嘅話，10誡犯完一條又一條。不過佢哋只係諗住，只要返到去聖殿嗰度禱告獻祭，一切依足程序獻上贖罪祭，即係話例行公事就要做到足。咁就可以抵消翻平時佢哋喺生活裏面所犯嘅所有罪。佢哋以為翻到嚟聖殿嗰度做足禮儀嘅程序，佢就唔使再受上帝嘅譴責同埋懲罰，佢哋可以得自由啦。所以喺馬太福音21章呢一度，耶穌係好嬲咁樣話緊班猶太人：你哋喺出邊做咗唔少唔合神心意嘅事，然後你哋就翻到嚟聖殿呢度，以為好似埋州咁匿喺呢個賊竇嗰度受保護，你哋係咪當神冇道啊？嗱，今日我哋作為信徒，
其實可能我哋都係咁嘅。我哋試圖做多啲侍奉，多啲奉獻，去彌補對神嘅虧欠。我假設咧，而家有位太太，嗱，佢無啦啦收到老公送一份好貴重嘅禮物，即係幾卡鑽嗰啲啦，係咯，大家都估到啦，個老公應該係做錯咗啲嘢啦，係嘛？嗱，信民間宗教嘅人呢，如果嗰排做咗呢啲唔好嘅嘢呢，佢添香油，添多啲香油添，希望抵消翻啊嘛。嗱，我哋信耶穌又係唔係會咁樣做呢？不忠嘅丈夫做錯一嘢，買份好嘅禮物翻屋企氹翻個老婆，佢就當冇事發生一樣。咁樣呃老婆都好離譜啦，係咪？何況而家呃緊嗰個係神。除咗耶利米書講緊賊窩，第二要解拆咩呢？原來耶穌講緊禱告嘅殿係嚟自另外一段經文。喺以賽亞書56章6至7節嗰度話，賊窩其實係講緊猶太人啊嘛，頭先，而禱告嘅殿呢係講緊外邦人啊，即係我哋啊，非猶太人。嗱，喺以下呢一個經文嘅譯本呢，佢譯咗做外族人。以賽亞書係咁講嘅：任何外族人聯結於耶和華，為要服侍他，愛耶和華的名，做他的僕人，守安息日，不褻瀆這日，堅守我的約，我就要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屬我的禱告之殿裏喜樂。他們的燔祭和祭牲在我的祭壇上會蒙悅納，因為我的殿要稱為萬民禱告的殿。原本外邦人係冇資格去聖殿嘅，向耶和華祈禱嘅更加冇佢哋份。但係因為神嘅恩典，耶穌已經預告將來外邦人都可以向神禱告。我嘅殿要稱為禱告嘅殿，唔係話神嘅聖殿有一種叫做禱告嘅儀式，亦都唔係話神嘅殿只係專門用嚟開祈禱會嘅。禱告唔係儀式，而係一個同神溝通嘅方式，係人祈求神施恩憐憫嘅渠道。而聖殿呢，應該係用嚟親近神、向神禱告、求神施恩憐憫嘅地方。禱告係表達緊人唔可以靠自己嘅能力同埋方法，只可以依靠神。所以我哋需要祈禱，唔係做啲乜嘢嚟博取神嘅歡心、討神喜悅，更加唔係喺儀式上去滿足神嘅要求。今日聖殿喺邊度啊？唔係喺觀塘，又唔係喺以色列，而係喺我哋每一個信主嘅人心裏面。我哋心裏面呢一個聖殿，要成為我哋向神禱告嘅地方。我哋每日嘅祈禱唔係例行公事，唔係我哋朝頭早起身、臨瞓、三餐之前做嘅例行公事，而係我哋真心誠意親近神嘅地方。我哋嘅祈禱係要同我哋嘅生活去連結嘅，唔可以好似嗰啲猶太人咁喺日常生活裏面就為非作歹，但係就若無其事咁樣繼續用禱告去親近神。除咗要認清禱告嘅本質，唔係例行公事喎。我哋咧亦都要正視禱告者嘅心態。大家咧唔知有冇聽過讀聖經咧？其實有一種特別嘅方式叫做三文治式啊，又或者咧叫做線形結構。用呢啲方法咧，我哋就會睇到作者咧，其實佢想強調突出嘅重心。嗱，你睇熒光幕呢一度之外，你可以打開第4頁咧，我哋嘅同工咧已經好好咁幫大家排列咗一個線形結構。同我熒光幕係一樣嘅。根據楊石昌醫生咧喺《召命》嗰本書入邊，佢係咁樣分析嘅。如果用呢個排列去睇馬太福音21章12至17節，嗱，最外嗰層咧就好似麵包皮咁啊，就係講緊耶穌入嚟同埋出去，即係一出一入。然後綠色，即係第13同第16節咧，
就好似兩塊生菜平衡咁樣夾住。佢哋都係記載緊耶穌引述緊一啲舊約嘅經文，間接咧解釋緊耶穌佢點解發嬲。嗱，個重點喺邊呢？就係中間紅色14同第15呢兩節。佢係講緊耶穌喺聖殿裏面趕走晒買賣嗰啲人之後，剩翻乜嘢人留喺聖殿啊？嗱，我哋放大啲睇咯。原來就係剩翻盲人同埋跛腳嘅，仲有係小孩子啊！呢兩種人有咩特質，要令到神喜歡佢哋留喺聖殿呢？盲人同跛腳咧，喺當時都屬於係叫做冇得醫嘅人，邊個都幫唔到佢哋噶啦，醫生都冇符，佢哋只能夠咧嚟到聖殿求助，向神禱告，但係卻因為身體殘缺，唔可以入去聖殿嗰度獻祭。不過咧，耶穌就醫好佢哋，令到佢哋不再受阻隔，可以進入聖殿。而至於小孩子咧，佢哋係最軟弱無助嘅人，乜嘢都做唔到噶。淨係得把口，可以開口去講嘢，去祈禱，去讚美神。嗱，和撒那呢3個字咧，Hosanna原文其實係求神拯救我嘅意思，本來係一個祈禱嚟噶，但係結果喺呢度咧變成小孩子讚美耶穌嘅說話。所以聖殿裏面應該就係留低呢啲知道唔可以靠自己無能為力嘅人。經文話祭司長同經學家見到啲細路仔去讚美耶穌嘅時候，佢哋就好嬲咁樣質問耶穌，同耶穌講：你聽見他們在說什麼嗎？耶穌佢係回答：我聽見了。經上說，你從孩童和乳兒的口中為自己預備了讚美，難道你們從來沒有讀過嗎？原來耶穌回應佢哋嘅係一段舊約嘅經文，就係頭先大家喺啟應經文裏面讀過嘅詩篇第8篇嘅第2節。其實平時我哋好少留意呢一節㗎，成日都會留意到係乜嘢啊？就係人算什麼係嘛？你竟顧念他。但係呢一節呢，好似一路都好隱藏，但係原來呢一節都幾緊要㗎。經文係咁講：因你敵人的緣故，你從孩童和乳兒的口中預備了讚美，使仇敵和報仇的人閉口無言。同敵人打仗最軟弱無能嘅，肯定就係細路仔同 BB 嘅。佢哋面對敵人連擋一下嘅能力都冇㗎，強弱懸殊，自己根本就救唔到自己，就係得把口可以求救嗌救命，向神呼喊咯。不過神竟然係透過孩童同埋 BB 嘅口展示咗神拯救嘅實力，令到仇敵啞口無言。祈禱代表咩呢？祈禱代表我哋同神嘅關係，就好似父子同埋父女喺度對話一樣，係着重心態，唔係着重技巧，唔係着重言辭。冇人可以承認佢自己係一個祈禱專家。呢個世界上絕對唔會有祈禱博士出現。祈禱最重要嘅係信心，相信神會聽祈禱，相信神會顧念我哋。祈禱嘅重點唔單止淨係行動，唔係你每日祈5次，每次10分鐘，祈禱好似念經咁純熟就叫做合資格、好專業。我哋遇到問題，其實你即管向神承認，你自己真係搞唔掂，一定要依靠神。呢個咪就係祈禱咯。困難過咗之後呢，我哋就要向神承認，成功過度係因為神啊，唔係因為我哋自己叻。呢個咪就係讚美咯。兩者嘅心態其實都係一樣，知道唔係靠緊自己，而係靠緊神。就好似無助嘅 BB 一定要依賴父母一樣。我哋要正視禱告嘅心態，唔係帶住嗰種十拿九穩啊！我自己已經搞好一切，然後祈個靚禱，我就當係買個保險，唔係咁樣。我哋去到神面前祈禱，我哋頭先講咗，一定要承認自己真係搞唔掂，無能為力啦，主啊！我哋只能夠依靠你。我哋祈禱措辭呢，唔使華麗㗎，唔使動聽，又唔係在乎技巧有幾純熟。祈禱其實好簡單，就好似嗰啲細路仔 BB 咁，
BB 係得把口啊嘛，其實佢乜嘢都係要靠父母，佢係點啊？喊出嚟㗎咋。我哋喺祈禱裏面都係單單向神表達任何嘢都得。我哋可以同天父講，其實我哋真係好想信服你啊，主啊，咁樣就夠㗎啦。除咗知道禱告唔係例行公事，我哋嘅祈禱心態唔係買個保險，更加要知道原來神對禱告者嘅生命係有期望嘅。嗱，緊接住頭先耶穌潔淨聖殿嘅一段經文之後，就係耶穌同門徒見到無花果樹不結果嘅呢段經文。經文呢係咁講，不如我哋一齊將以下經文讀出啦。耶穌清早回城的時候餓了，他看見路旁有棵無花果樹，就走過去。可是樹上除了葉子，什麼也找不到。耶穌就對樹說：你永遠不會再結果子了。那棵無花果樹立刻就枯萎了。門徒看見了，驚訝地說：這棵無花果樹怎麼立刻枯萎了呢？耶穌回答：我確實地告訴你們，如果你們有信心，不懷疑，不但能做我對這無花果樹所做的，就是對這座山說：拔起來，投到海裏，也會實現。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相信，就會得到。呢件事如果就字面咁睇呢，有人就會認為耶穌肚餓揾唔到無花果食，就用神蹟咧去咒詛無花果樹。呢個呢就係唯一一個呢用神蹟得嚟負面咁樣用嘅。咁嘅講法呢，我又唔係好認同，亦都唔少嘅解經學家都唔係好認同。不過呢，大家可以諗下點解唔認同呢？因為呢，佢咁樣解釋呢，就令我哋對一向認識嘅耶穌好似有啲唔吻合，係嘛？點樣唔吻合啊？嗱，聖經記載呢，耶穌喺禁食40晝夜受魔鬼試探嗰件事入面，耶穌都唔會用神蹟去將石頭變麵包啦。咁佢又點會喺呢個時候，佢因為自己肚餓揾唔到無花果食，而去咒詛呢一棵樹令佢枯萎呢？嗱，既然係咁呢，我哋就要諗下點解聖經刻意要講樹上面除咗葉子，什麼也找不到呢一句？呢句反映緊啲咩問題呢？而耶穌又想用呢棵唔結果嘅樹教導門徒啲乜嘢呢？嗱，釋經學家解釋咧，耶穌喺逾越節1個禮拜前見到呢棵無花果樹咧，應該係大概喺3、4月之間，即係正係春季收成有初熟果子階段。但係表面上睇落去會結果子嘅樹，當耶穌行近啲睇下棵樹，卻係揾唔到有果子結出喎。呢個係咩意思啊？即係虛有其表啊！楊石昌醫生，佢嘅書入邊都有提過另外一個解釋。佢話無花果樹出葉嘅時候呢，應該同時係會出埋果子嘅。嗱，不過無論邊一個解釋都好啦，都係話睇落應該要有果子，但係行埋去呢，就發現得啲葉子。喺聖經裏面成日都有提醒屬神嘅人呢，要結出生命嘅果子。否則咧，遲早都要被主修剪，要斬落嚟唔要你。例如路加福音13章9節話：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又或者係約翰福音15章2節話：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就要剪掉。耶穌潔淨聖殿同咒詛無花果樹呢兩件事呢，係緊密相連嘅噃。我哋絕對咧可以因為咁樣排列而相信或者估計佢哋彼此之間呢講緊嘢係有關聯嘅。嗱，喺馬太福音裏邊，即係左手邊啦，佢係連續咁樣將兩件事咧排列出嚟去講。而馬可福音嘅編排啊特別啲，即係右邊啦，
佢係將就助無花果樹呢件事分開一半，然後中間呢就擺咗耶穌潔淨聖殿呢一件事。耶穌嚟到耶路撒冷嘅聖殿，佢原本呢係期望聖殿係有讓人親近神嘅畫面，喺裏面尋求神嘅人喺度祈禱。但係原來呢個聖殿都係虛有其表啊！喺聖殿嗰度嘅人淨係做好多形式上嘅禮儀，但係生命裏面卻係糜爛不堪，唔結果子。不結果嘅無花果樹會枯萎，虛有其表嘅聖殿呢，亦都會被毀。耶穌最後教導門徒要有信心，不懷疑咁樣禱告。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相信就會得到。嗱，唔好濫用聖經啊！唔好攞呢一句當係你嘅經文袋喺袋。無論你禱告求什麼，只要相信就會得到。我諗耶穌嘅意思係你要按神嘅心意求乜嘢，只要相信就會得到，唔係用你自己嘅私欲，用祈禱去滿足。楊醫曾經亦都喺佢書裏面提過，信心係有效禱告嘅先決條件。有效嘅禱告係要以信心去信服神嘅旨意，作為唯一嘅條件。我哋係要用信心去信服神嘅旨意，而唔係用信心去滿足自己一己私欲而去祈禱。禱告者嘅生命唔可以係虛有其表嘅生命，禱告者嘅生命係要能夠結出生命果子嘅。我同大家總結一下，禱告係乜嘢一回事？禱告嘅本質唔係例行公事，禱告者嘅心態呢，唔係買個保險，禱告者嘅生命唔係虛有其表。睇聖經睇到嚟呢一度呢，我就會諗，究竟神喜歡啲咩人呢？曾經有段時間呢，我覺得神應該係喜歡我好勤力、好努力咁樣為佢做嘢，為佢侍奉，同埋好快手咁樣完成神佢交俾我嘅任務。於是呢，我就不斷做。當時呢，團契玩一個遊戲，用一個字嚟形容你自己。我唔知當時嘅團友你哋點樣形容啦。我就寫咗一個英文字，就係CHUR， 扯。我好扯我自己啊！我好扯啊！當時我出晒名，好扯嘅。直至有一日呢，我喺神學院呢，我去做一個簡單嘅退休嘅時間。咁老師就俾咗一段嘅經文我去默想。我一收到，我一睇，哇！我呆咗，因為我發覺原來一直以嚟我方法呢，原來唔係神所喜悅嘅。咁究竟神喜愛嘅人係點樣嘅呢？我收到詩篇147篇10至11節，我讀俾大家聽。他不喜悅馬的力大，不喜愛人的腿快。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我點樣可以成為敬畏神同埋盼望神慈愛嘅人呢？就喺祈禱裏面，當我發出無助、冇辦法靠自己，只盼望神幫助我嘅祈禱，喺嗰一刻我就成為咗神喜愛嘅人。今年呢，教會推動緊30人嘅祈禱小組，希望透過祈禱我哋互相去守望。因為天父咧會聽我哋一齊同心嘅禱告，不如我哋一齊讀出馬太福音18章19至20節啦。我又告訴你們，如果你們有2個人在地上同心祈求任何事情，我在天上的父就會為他們成全。因為那裏有2、3個人奉我的名聚集，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我哋一齊低頭祈禱。主啊，但願我哋喺你面前都係成為嗰個謙卑、敬畏你同埋仰望你施恩慈愛嘅人。求主叫我哋唔
唔好以自己嘅能力去解決生命所有嘅問題。甚至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一啲芝麻綠豆好簡單嘅事情，其實主啊，我哋都好需要你介入，好需要你幫助我哋，至少讓我哋有智慧，至少讓我哋能夠有情緒嘅平復安穩，知道你想我哋點樣回應，想我哋點樣解決，想我哋點樣從你嗰度得取力量去繼續走落去。神，我求你與我哋同在，叫我哋唔係一個人去禱告，係叫我哋有3、4個人同心，成為一個祈禱嘅小組，時常用祈禱將大家彼此連結，成為我哋同神同人嘅關係。神，我求你引導我哋用祈禱去解決問題，用祈禱去將我哋嘅問題交俾你，以信心去按你嘅旨意去祈求，去等候你自己嘅引導。神啊，求你賜我哋信心啊，叫我哋唔好害怕，叫我哋唔好憂慮你唔會回應我哋，叫我哋有忍耐嘅心，等候你自己嘅帶領同埋引導。多謝主，你聽我哋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